20年来，澳门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而言，中共与澳门政府治理以维稳为主要的首要考量，并逐步建构国家安全相关法制与组织，强化对澳的掌握，为相关的作为引发侵犯新闻、言论自由等质疑。澳门虽推动政治改革，当然遭到批评进度缓慢且幅度过小，受政治文化结构及澳门刻意限制的影响，普选与民主的诉求难以回应社会的需求。那么，中共领导高层近年来强调澳门司法应配合行政主导，或许未来也影响未来澳门司法独立。那么，我们认为，澳门移交以来，在经济发展上大致稳定。虽然以博彩为主力产业，但是近年来推动产业的多元化，金融、会展等产业都有所增长。那么，澳门政府致力推动宜居城市的政策，但交通、建设、医疗、房屋、教育等诉求仍为青年长期关切的议题。另外，澳门警方近年逐步设立全澳城市电子监察系统，也遭到质疑，恐侵犯个人隐私。那么，中国大陆透过 CEPA 等优惠政策、省市合作、同等待遇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规划，持续推动陆澳融合。但是近2年的民意调查显示，受生活文化的差异、医疗卫生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还是有超过50%的澳门民众对于赴陆发展有所疑虑。那国际社会对于也长期关切澳门公民政治权利、新闻跟学术自由受限，以及人口贩卖等议题。那么，台澳民间的互动的部分，仍然是人员往来频繁。我政府长期以来亦秉持着善意，推动台澳关系的发展，但是澳门政府听从中共的指示，处处自我设限，除对我驻澳业务人员派任多所干扰，对于我官员、学者、各界人士的正常交流常存在不合理的限制，对官员的互访亦保持的保守限制的态度，同时有矮化我方的不当作为，我们还是要严正呼吁，澳门政府应摒弃政治考量，以双方人民福祉为依归，这才是负责任的政府。澳门移交20年来，在中共强力维稳下，1国2制看似稳定，但是自由人权受损，民主进程缓慢，受国际关注。我们呼吁中共及澳府应该要落实保障澳门的公民参与权利及新闻自由等基本自由人权，加速民主进程，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那么相关的新闻资料，我们待会提供给各位。